来讲，对囡仔角度看世界，可能会产生出真侪料想袂到的想法。有一个艺术创作者蔡婉璇女士，伊的查某囝阿明自细汉，就是敢若生活在台语和法国话两款母语的环境下底。蔡婉璇嘛将伊甲查某囝对答记录落来，写做一本母语的诗集，咱嘛做伙来看卖。山破一空，是牛在食山，伊食一细喙，山就无头去。伫咧溪边贴石头，阿明讲要帮饲毛仔虫起一间厝。伊写明母语是妈妈的台语和爸爸的法语。伫咧要不要写字的幼囡仔的时阵，就和妈妈婉璇做伙完成一本法语、台语、华语3种语言的诗集。囡仔甲伊面对的世界，感动伊的代志中，伊无文字，伊无搁一赞，伊直接是伊的想法甲语言就出来。这是客厅，你看。内底有伊的房间，敢若是伊的衫掼，互我摕去做衫间啊。对两岁学讲话开始，婉璇就拿记录因母仔囝之间的对话，嘛开始来学要安怎写台语文。伊感觉是查某囝帮伊家己的母语搁捡回来。迄个时阵，拄好是囡仔发展当中开始在组织一句话啊，组织语言的时阵，甲迄高一个字斗做伙，还是迄词斗做伙。厝角鸟咧跳跳跳，船伫海顶悬咧摇啊摇，加一个风足透的。囡仔的诗毋但呈现出新的看世界的方式，嘛有看到物件本质的特殊的眼光。我感觉我为伊的话重新来理解我家己，甲阮3个之间的关系。爸爸是水，妈妈是石。一本细细本仔的诗集，记录阿明2岁到5岁的成长过程。毋但采用传统的言字印刷，嘛和王昭华等等创作者合作，把诗唱作是音乐。阿明自然来运用台语、法语2种母语，和天地万物的对话，阁会继续落去。记者由于进场玉水台北报道。